咱办迄个阿 Q 秀吼，拢办几啊届啊吼。通常阮拢有即个母语国族的，拢有即个文学创作，拢有吼。较早即个还无客友会之前吼，迄阵民间的客家族，敢若阿 Q 秀尔，阿秀尔。后客友会了以后，我就建议讲客友会来办吼。所以阮嘛就有办啦，不过客友嘛爱办安尼吼。迄是阮伊甲建议了才办。即届吼因为阮的文学类的吼，我干来警察尔，就是长篇小说。因为过去咱拢小说啦、诗啦、散文咧论作，是讲咱台湾吼，无艺术家爱鼓励长篇小说啦，这是一个方向。所以吼我是讲旧年讲吼，检查无作品来吼，结果吼是讲有2篇来啦，有2本长篇小说，其实拢袂歹。毋过咱会当拣1篇尔吼，这小咱再讲吼。论文咱有分即个研究生甲大学组，研究生甲大学组。研究生啦，大学组内面咱论文有分2类，一个是文学类的，对文学的即个论文，就是语言类的，写语言的吼。基本上吼咱规定是按台语文写啦，吼所以有的作品伊无用台语文写，咱就无处安尼吼咱写这个好的学术论文是要讲咱台语文，嘛会种写学术，嘛咱除了写文学了，嘛写学术创作，这个成绩拢袂歹毋过较奇怪就是讲，差不多着种拢算是这个台中教育大学，若无就中山医学大学，有的是在台北迄个师范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即几个校咧着种人，个人即几个校口咧鼓励台语文书写。今年的即个迄个研究生的论文咱有出2篇大学生有1篇论文即个长篇小说咱是出林贵良的即个读客就是即个主角的人名啦伊即个小说内面真心色啦真心色，伊咧讲台湾的族群较早的新住民咱讲外省人啦甲河洛人的过程，即内面呢，上较特别的是，伊用经济社会话啦，即个林贵良甲即个社会话无论拢甲融入即个小说内面，伊即么即个社会差不多死袂了林贵良即个小说，阮厝的就是讲伊有行话安尼啦，写的即个一个罗清凤伊写的即个论文甲花边是一个即个算投资文学家老师家大学生写李清华的即个食老家仔的即拢是真好的作品咱今日解我做者简单就讲，咱办即个奖，有人来参加，阮上欢喜奖来咱发出去更较欢喜，阮以后每年逐年，佮继续办落去好，做实在。